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1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关人口买卖案件，印尼政府按算包机去救人。咱国内政部长今仔日讲，会甲要调伫柬埔寨的台湾人总救回来。今仔日确诊人数是2万多人，中央讲今年到达已经500万人确诊，疫情若因为BA.5加悬，到年底可能会搁加300万人。气象局讲，这2天台北、东半部可能会有极端的高温。今仔日过昼测到今年上高温，伫花莲高雄乡有甲41.6度。柬埔寨传出不少人口买卖案件，当地媒体指出，印尼政府明仔载会包机，将202个印尼籍的受害者救回来。因为咱国的内政部长齐国勇今仔日话讲，爱遐的不法分子出面来自首，嘛答应讲会甲要调伫咧柬埔寨的台湾人总救回来。也做来到救伫海外互骗去的台湾人，YouTube 帮拍影片，指控咱自杜拜办事处救援侦办甲外交部来起争执。国民党团利益出面来停止的网络红人，更加指头转向柬埔寨救援案件，要求政府展开具体行动。过去到现在那么多的时间了，到底外交部有没有增派专案人力进驻柬埔寨？答案是没有。对着各方的质疑，外交部长吴钊燮已经有面试，搁再来说明，强调规个案件无去耽误着，正做外交首长必须爱捍卫同仁。不过也讲，若是有用个真正所在，会细心来检讨。民众和关伫海外，政府必须爱积极来想办法来解决。内政部长齐国勇是话话，不法分子爱出面来自首。也过对着至少370名的台湾人，依然调伫柬埔寨，伊讲会甲人全部拢解救回来。不管他去那边的原因是什么，譬如说他可能跟诈骗集团一起去了，可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我们的同胞，他在那里受到的这些苦难，我们都要把他救回来。那只有台湾有愈来愈多国家传出有被害人，每时拢投入救援，像是印尼政府。根据外国媒体报道，8月22日的包机甲202个被害民众甲接回来。另外，柬埔寨官方进前也讲，正伫全力来打击人口还温。短期之间会有一点效果，因为它也要回应世界上的一些涉难，但是结构性的因素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动。柬埔寨诈骗一直传，简重是不技术。联合国人权专员蒙丹鹏正伫访问当地。19到西港会见省长，关注网络犯罪、人口还温这议题。西港所在地的西安诺省省长加总龙也表示，将是违法犯罪是外国人，受害者也是外国人。20年前，柬埔寨人伫国外拄过这个犯罪甲迫害，无希望这种痛苦伫当地人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柬埔寨人口买卖案件是一直咧出现，大部分拢是爱付钱才会放人。不过，不少家庭若是经济上有困难，都要透过大家斗相共来装钱，才会当总算甲人救倒转来。因若进前国民党立委救出来迄个姓陈的查甫人，有一个同伴要调伫咧当地，今仔日下晡嘛已经顺利转来咱台湾啊。另外，基隆警方嘛查到2个咱国的民众，风拐去柬埔寨，即嘛已经有抓到2个嫌犯，嘛已经收押。高雄警方探大型活动期间，提7家店注意柬埔寨引头路的陷阱。绝对是要注意，绝对不可能高薪，然后没有经验，然后就一直很多钱这样。到底柬埔寨国人各界奔走救援，国民党立委进行联手救回来一名姓陈的查甫人了后，这留伫柬埔寨姓陈查甫人也伫拜日下晡转来，介绍讲妈妈透早就去桃园机场，要看到囡仔安全才放心。哦，因妈，因妈妈因啊，我喊来救的，我到遮红，我要公司拢手铐含脚拢夹啦，拢铐的，拢木啊，拢大因拍。姓陈查甫人互人骗去了后，一直传信息求救，惊装无钱会被伤害。个人互人骗去的状况一直发生，亲戚家庭装无钱，还佫利用外界爱心帮助免息借钱。这照记顶悬无要求要安怎还钱，毋过一个人用金煞有10个人，看出家属着急用钱，有好心人伸出援手的善意。因为我们都是鼓励他们先尽量借不到我们再来帮忙，不是全部依靠别人，他们还是自己有努力找钱。基隆市警方查访柬埔寨无转来个人的家属，发现一男一女互人骗去，2人都向亲人发出求救信号。查甫人讲，互诈骗集团扣起来，关甲手受伤。警方除了协助家属通报外交部，也整合过来有2名疑似中介被害者嫌犯。
表示行动受到限制，甚至有被转卖、上手铐受伤的情形。两嫌犯最后被收押，家人检警表示会继续追查，希望彻底瓦解这个不法集团。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北投一个姓江的查甫人，伊一个姓徐的同学介绍伊一个轻考薪水阁悬的工课，予伊了后，再甲伊带去五股，叫伊爱甲手机啊，还有假金铺啊总交出来，而且阁举刀啊，甲伊威胁，不爱予伊离开。伊趁这个嫌犯困去的时阵，摕手机啊报警察，才顺利去互救倒转来。另外，这个举刀啊，甲伊威胁姓徐的嫌犯，是以妨害自由的罪嫌移送地检署。也若这敢是甲人口买卖有关系，警方要伫调查。警车半暝赶到案发地点，拄到报案的姓江的民众。你们怎么跑来楼下了？在有下来的啦。现场还有一个姓徐的查甫人，想要假做无代志，赶紧要将人带离开。民警马上查落，原来伊就是涉嫌将人关起来。你证件吗？你住哪里？你住哪里？姓徐的查甫人双手举悬，乖乖配合。警方初步了解，23岁姓江的被害者透过姓高的同学介绍托协工作，处理完网络专销手续了后，19就和姓徐的查甫人为台北北投徛家，再甲新北五股关起来，没收手机啊，甲口罩，加工早起想要离开，互对方提刀威胁。21被害者趁嫌犯咧困，将手机啊提上来敲电话求救。被害人求援后，得到警方的协助救出，全案将依妨碍自由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你知道骗人出国吗？靠手铐无讲话，依照违反妨害自由移送地检署。最近个人被骗到海外工作真多，即摆是毋是牵涉人口贩运？警方还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是22137个人，比昨天是加1%，其中有97个人是中重症。根据中央的统计，今年已经有500万人确诊。即卖疫情恐惊会因为 BA.5 搁再加悬，估计到年底之前恐惊会搁增加300万的确诊者。继续针对确诊者的行踪来上度，高雄市府也提醒家长做好开学进前的防疫准备，做疫苗也准备好喙涵。拜二全台增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000多人，中重症97人，26例死亡，无特殊死亡案例。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多约210例，增加1%。那较上周日增加约1300例，增加6.4%。中央统计今年已经有500万人确诊，即马 BA.5 变异株会带来一波疫情，曾经上有估 BA.5 疫情高峰维持差不多1个月，上悬一日增加6万例，上低一日增加3万例，到年底可能阁增加300万个确诊者，其中包含中核感染。拜二就增加一个密氏囡仔重症个案，是1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也无做疫苗。那检查有草莓舌、嘴唇红肿、结膜炎。那初步诊断为 MSC， 住院给予免疫球蛋白、类固醇等药物治疗。查甫囡仔捌伫7月16确诊，这个月18送急诊，发现有草黄质、喙唇红肿这症状，诊断是 MSC， 经过治疗已经转往一般病房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根据气象局的资料，今仔日过昼了后，花莲光复乡的富原温度有到41.6度，是今年的上高温。气象专家表示，为今仔日到后礼拜2，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气的结构稳定，尤其是大台北地区也有东半部可能会有极端的高温。另外，最近天气是真烧热，不少民众拢爱去山顶纳凉。伫海拔1600公尺南投的杉林溪生态园区，最近是真受大家欢迎。手机顶边有袂少红色的戒指，鸟仔飞来食，吸引袂少爱翕相的人，就是为着要翕拍眼前的美景。最主要就是耐心了，你只要有耐心，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它过来。南投杉林溪生态园区最近所培育的花种、蝴蝶戏珠，毋若是只特有的美景，也吸引各种鸟仔来找食。虽然讲已经过入秋啊，不过这阵天气也是真热。园方表示，南投杉林溪悬1600公尺，热天平均的气温大约在20度顶下啊，也吸引真侪民众来遮休热。7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呢，几乎每个假日来客数大概都有接近7000到8000人左右。
天气真热，气温上升。根据气象局的测站的资料，第一上悬温出现在花莲光复乡的富原，气温达到41.6度，是今年以来上悬的纪录。台东长滨是38.9度，第二；花莲武湖甲玉里也拢达到38.5度以上。气象专家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甲华东暖空气的影响，天气是好天稳定，各地高温大约在33到36度。落雨方面，除了山区以外，其他地区水气偏少，大气的结构是相对稳定。花东纵谷因为它的风速比较微弱，所以相对之下，等于是在花东纵谷，例如说花莲的玉里、凤林等地都有机会到39或到40度。天气并指出，拜三日时随着高压减弱，大气的稳定度下降，环境的水汽也增加，落雨机会相对较悬。不过，这几天也是会出现极端的高温，民众要做好自身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在菲律宾的东边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长期发展，气象局表示，按算在8月22日暗时有机会会成做第9号的风台，因那等级是轻度风台的等级。另外，今年风台少，水情淡水热，水利署表示，今年几年若是拢无风台，加上东北季风较晚到位，明年水情恐惊是无乐观，无排除会提早启动对抗可汗3.0的计划。已经要8月底今年前到打拢还未发布任何一个风台警报，都连家人上接落雨的所在，也创下5年来上低降雨量。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全台湾水库即时的水情，目前家人新山水库、南投集集十号堰、木下水库、甲家己詹文水库，欠水量拢无到5成。屏东宝丹水库嘛，敢若剩5成多尔。增温水库的容量比较大，台南地区的供水还有南化水库在支援，水情还算稳定。水利署表示，今年7月份落伫水库集水区的雨，敢若有历史平均的4成。明年风台的季节9月份开始，东北季风落南，一般的水库拢会当补甲甜。不过前到大拢还无风台，水利署烦恼讲，明年恐惊会有欠水的问题。今年若是拢无风台，无排除会提早启动对抗可汗3.0的计划。假设没有台风及没有东北季风晚到，可能产生的供水缺口，会来提出必要的措施。那目前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气象局预估上近伫36点钟内会形成第9号风台马鞍，按算伫22日暗时有机会会成做风台，是轻度风台的等级。对台湾的影响呢，则是在23号到24号，甚至25号这一段期间呢，台湾附近的水汽会比较多。台湾面临欠水的危机，轻度风台马鞍来的时间是正拄好。不过气象局表示，目前预测风台路线是向西北西伫行。台湾东边外海有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扫入来台湾的机会无大，这2天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东非的一个国家圣马利亚，伫19暗时伫因首都的一间饭店内底，去互一阵武装分子弄入去，又搁发动炸弹的攻击，而且甲赶去现场的政府军开枪对射，造成至少有20个人死亡，几10个人受伤。双方对战经过30点钟，尾手政府宣布讲，已经甲全部的嫌犯拢枪决啦。眼见到阳台面顶会当看到政府的安全部队徛伫阳台向室内开枪，另外一边嘛有安全部队骑枪伫阻击。阳台边啊，有一个楼梯，有其他人员搭要爬起，准备支援甲武装分子的枪战。这个攻击发生伫索马利亚当地19暗时，一阵武装分子先用2个汽车炸弹袭击首都摩加迪修的一间饭店，了后骑枪占领饭店，佮劫持人质，防止当局用重型武器来攻击。另外，嫌犯佮伫饭店内底引爆炸弹，毁掉饭店的楼梯，互军方无法度顺利入去救人，造成真侪人死伤。因为这个饭店是当局政治家甲官员常常举办聚会所在，索马利亚当局为着要救人质，过去2天一直甲武装分子枪战，陆续救出包括饭店的旅客在内人。伫饭店附近的主题区，为日时甲暗时拢会当听到枪声一直打。dadka runtii way kala yaaceen dadkii baaniga ku dhacay waa la kala yaacay qofka meeshu rabo uu cararayay markaas oo is leeyahay waa ku badbaadi kartaa
waxaa nagu yimid uuradii wiilashii waardiyaha mid ka mid ah oo dhaawacan inta indhahayga qabteen iyo oday isaguna dhaawac ah ayaa igu soo horreeyay dadka。 即卖已经有甲介大组织有关系的索马利亚青年党承认做出一个攻击案件，这嘛是索马利亚总统穆罕默德为5月就职以来头一届发生重大的恐怖攻击。官方嘛伫庆典30点钟了后，宣布已经甲全部的嫌犯清杀，但咧清理饭店周围的炸弹的残骸。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伫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城市，当地20发生一个连续车祸，有一只公车先发生车祸，造成几下个人伤亡。当消防人员甲救护人员赶去现场救人的时阵，佫发生有另外一只公车的事故，而且佫弄到第一个事故的现场，造成救护人员甲记者伤亡。这个灾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51个人受伤。 车祸现场乱糟糟，大台巴士并趴伫马路中，佫有真侪人滑坐咧滑倒伫马路中等待救援。边仔佫会当看到救护车的车尾已经互弄甲变形。土耳其的东南部城市德里克的一个车祸地点，前后发生2起车祸意外，造成数十个人死伤。 Bir otobüs kaza yapıyor 10.45 civarında. Buna itfaiye, sağlık ekipleri ve diğer mesai arkadaşlarımız müdahale ederken 200 metre geride başka bir otobüs kaza yapıyor. 200 metre geride başka bir otobüs kaza yapan başka bir otobüs kayarak ekiplerimize ve yaralılara çarpıyor. 外国媒体报道，原本头一个事故造成16个人死亡，21人受伤。消防单位接到消息了后，赶去现场救人。当然，当地媒体拢赶去采访。根据附近居民翕到的画面显示，因看到头一个车祸现场，原本佫有真侪人组织伫现场救人。也毋过，另外一台公车所发生意外，一路用真紧的速度驶到事故现场，路中佫弄到消防车甲救护车，一直弄到边仔自己的车辆才停止。真侪伫现场协助救援的民众，互惊甲赶紧逃命。 走离现场，而原本伫头一个事故现场救援甲采访的人员，至少有3名消防员、2名医疗人员甲2名记者死亡，伤患内底佫有8人重伤。根据当地司法机构初步调查，第2台公车有可能是大动啊出问题，才会弄到头一个事故现场。若是详细原因，该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咱来关心在地消息，最近天气是真烧热，加上疫情的影响。 关山的旅游最近是愈来愈兴，山屋的数量嘛强要无够。沙巴国家公园管理处按算伫咧缩减，也有自家用2条爬山的路线要来起山屋。因为要甲这个建材再起伫山顶是真无简单，还佫出动空勤直升机来斗3工。空军直升机伫山区执行任务，即摆负责毋是山区的救援，所在毋是山内的民众，而是运送一批搁一批的山厝组装建材甲重机械。 为了应应这个爬山山友的需求，所管处经过规划，伫雪钱甲自家用2条爬山的路线兴建油坡兰甲飘丹2座避难的山厝。对8月初开始进行30抓的作业，总共载运25吨的建材，有计先完成油坡兰野地避难山厝，10月中来启用。另外，这个飘丹的避难山厝是有定伫11月中旬来完成启用。 是提供各位山友，如果有台风豪雨的时候，可以避难使用。 目前规划是15个床位。另外，玉山也是真热门的爬山路线，也过玉管处公布，8月初1到15有144人被列在无照约束的名单内，遭到停权临园半年的处分。入园申请是采总量管制，我们呼吁山友，如果你因故没办法成行，能够尽早上网取消，把名额释出来。每天只有116个人可以去爬山，好不容易抽中了。 一些小人就不去了，有一些人他台北下雨他就不来了，他不知道嘉义玉山是好天气。有关处表示，每年大约是50万人次提出入园的申请，用电脑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入园登山的队伍，平均只有1/10，大约是5万人次的山友会使来爬这玉山。不过，确实有不少人申请到这名额，确实无来。呼吁山友若是无倒来，爱伫进前来取消，会个维护其他山友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伫白河关仔岭的土浆温泉是足出名的，因为伫土地的石灰是英国做糖真重要的原料之一。有一阵在地文史工作者，因组一个点仔口文教协会，嘛打造一个产业文化教育园区，希望当加做新的观光景点。
虽然是假日，不过透早一阵在地文书工作者组成的点口文教协会成员，都到白河石灰产业文化教育园区成立环境，因为这1到2个月进前也是爬远的所在。透过协会努力，最近设种地艺术灰游古琴，打造新的景点。这个还富有一个教育的意义，以后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来这边，然后可以参观。安尼真好啊，人也过嘛，有通啊看安尼观光啊。安尼嘛好啊！创立白河枕头山下骹的石灰矿是过去做糖重要原料。白河仙草地自1923年开矿了后，全盛时期有6间的石灰工厂全台第一。不过环保意识起来，政府1997年禁止继续开采，留落来运输工具流浪，轻便车已经看无。在地点口文教协会为了保存历史，将半山一个无利用的空间打造成做白河石灰产业文化教育园区。那就因为就是这样子去接触，这样去调查，然后每一口都有每一口的故事，所以让我们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应该把石灰产业这个文化保留下来？我们在诠释的就是要如何的传承，跟以前的人的辛苦在哪个地方。透过台南市府都发局历史储备的计划补助，石灰文教园区也行出第一步，虽然无大，不过未来2、3期营造会以维护即卖有灰游安全、观赏性为重点，让园区内容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合作东京省的乐团，伊用台湾的新名甲鬼怪传说做主题来创作音乐，嘛专攻定伫咱7月底关鬼门迄一天，也就是新历8月26发片，也有办演唱会，希望用新的角度甲音乐来展现充满人性的鬼仔歌。以恒春地区的北部公主传说做主题，描写为爱走来台湾，却拄着灾难不幸牺牲，这种爱着较惨死的现代精神。东京市乐团的专辑变演转成述，以台湾民间流传的风俗、新编故事甲鬼仔歌做主题，用不同的角度唱出这的传说故事。来自民间的奇谈色彩呢，是大家想象力的来源。想用一些游戏式的概念，其实是很符合台湾人一种乐天啊、爱开玩笑的性格。来找我离掉你。亲像这条以台南出名民间故事拿刀子爷为主题的歌曲，加起了歹翁，落尾加做冤魂的拿刀子爷恐怖形象，转化做对抗歹心查甫的漂皮形象。献给各位敢爱敢恨的你们，就是林头姐给大家的启示。用别的角度去切入，不是说每个妖怪都非常可怕，也不是说就是像大家就是传统听到的那样子。变演转成述，除了用台语创作，还有客语、华语掺其他外国语言。乐团成员表示，因的母语确实无够练等，嘛是咧透过这条专辑重新找根。多语言交杂呢，并不是说特地要去强调什么，而是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这样。也许就是希望，就是听众们他们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这是什么很有趣，想要去了解。东京市以趣味的方式讲台湾的风俗甲故事，因除了8月底伫台湾发片开演唱会，所落来也会出国巡回演出，望世界了解来自台湾的语言甲故事。记者郭不长水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